好不容易啊，种那么久，种好几个月才得到这么一小粒很多都幼苗的时候就被那个瓜牛吃掉了。然后有的那个人工授粉包的袋子不久要掉了，小南瓜要掉了，有的时候还没有开花，有看到那个小南瓜，知道是母花，就要赶快包了，就要赶快用绿色袋子、绿色网子透气的把它包好，等到开花，看看哪一个人工授粉。这个香蕉花还是芭蕉花啊？香蕉花说可以煮来吃，煮做饭、煮做菜呢。芭蕉花好像就没有，是什么原因？香蕉花比较香，芭蕉花不会香嘛？就放在保特瓶用清水，然后要换清水，就好像放那个万年青那样。要保持水干净啊，看看可以保存的久一点啊。看看它有张开有花吗？看看它有张开了，有那个看到花吗？得来不易啊。